新的政府因大家努力伫去年啊，出转条例终于通过，阮已经等70几年。伫遮代表家属向新的政府表示2万分的感谢之情。出转条例通过，上重要就是这个政治档案的开放。伫过去有真侪迄个学者拢有咧努力有做甲真周到，但是啊，这个有的党，尤其是国民党的迄个档案并无开放所以我伫遮要呼吁国民党的档案一定要开放，阮家属才会当知影。我的老爸是安怎死，因为安尼我才会当心放落来。我该讲爱安怎做，就安怎做。比如说大家和解，要安怎和解，那事真相都无出来，我从和解和解啦。这是我伫遮要做这个呼吁。另外就是这个威权的遗址威权的象征的迄个爱甲遗照这点我希望讲，可能会当赶紧做这个主转这个委员会，这是什么委员会？主转委员会当赶紧成立来进行这个代志。阮家属嘛，大家拢已经拢有会一个拢直直咧去安尼，所以希望讲这个脚步会当更加紧进。你到即马你讲嘛，这种电话，你即马身份到底是安怎？我迄个每一年甲即个时阵，我心肝都拢会知讲足震动，非常的震动。我伫遮要甲各位甲咱大家讲，其实遐牺牲的人因拢有咧注意，我伫遮摕一个例我去年去嘉义，因为嘉义迄个纪念碑的遗选迄个新的碑出来了，我有去，我有代表家属去你讲，我当咧呼吁，我咧呼吁的迄当时，呼吁我老爸甲遐牺牲的遐英雄会当来照顾即个土地甲即个土地人民的人的时阵，迄一刻有人翕相看到一个奇迹出现，因为迄个楼梯是迄个钢筋水泥的，但是伫迄张相片，迄张内底迄个楼梯是变成弯曲的，这是一个迄个嘉义的迄个迄个议员呐，王美惠议员伊甲我落来了，伊甲我讲，潘先生，恁老爸有来呢，我惊一个，我讲，就是要安怎证明？伊才讲我创你，就是敢若伊迄张相片，敢若变弯曲的，我人也无弯曲也无啥，但是后壁迄个钢筋水泥变成弯曲的，所以说我仍然相信这是一个用一个迄个基情我遐英雄要互咱知影讲，因有咧看。